之种安然无改。那么此之魂魄意志精神为呢所执受故皆摄入，以六气来解释人呢禀天地之气有六，所谓的阴阳鬼民风雨人有魂魄意志精神，元气之上升者为魂，下沉者呢为魄，晚是阴阳二气。那么气之念静者为志，气之善动者为意，晚是天地鬼明之气。那么气之冲和呢为神，气之呢浸润者为精，晚是呢天地风雨二气。但为一身言之宜皆摄入，互为宾子，都呢当宾客，也当主人。魂本上升而静下沉，魄为宾。那么魄为主魄本下沉而静上升，则呢魄为宾而魂为主。那么仪式都呢互相摄入，类此可诸。那么肉更呢因呢这个魂摄于五，则五皆